位田安，今日咧警方咧就將會聯同民政。今日新增嘅遺體數目咧係5具，直至到今日下晝嘅4點鐘，死亡人數咧一共為156人，而初步已經辨認咗嘅遺體咧係有127具，而尚待辨認嘅遺體咧係有29具。到目前為止咧，我哋相信大約有30名嘅市民咧係失聯嘅。拆完幾座大廈啦，咁喺之後3星期內仲有啲咩調查工作咧？有冇可能可以？聽日同埋後日2日，即係12月3號星期3同埋12月4號星期4，會有一個行動，容許宏福苑宏志閣嘅居民一次性返回住所，攞翻自己一啲重要或者貴重嘅個人物品。社會福利署咧就簡報翻大埔宏福苑5級火警之後嘅相關。咁直至現在為止咧，調查隊已經完成咗6棟大廈嘅搜查工作，包括係未受波及嘅宏志閣，而剩翻嘅2棟大廈，即係宏新閣同埋呢個宏昌閣咧，會等埋 DVRU 完成搜索工作咧，調查隊咧係會進入去咧作呢個搜證嘅工作嘅。Residents of Wan Chi House could potentially move back in and